Finally, welcome back！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在上一期视频中，我和大家分享了我对 Whakapapa 这个词和概念的认识和理解。那么在我上一期视频的底下，有观众留言说，可不可以讲一下 Tuilanga这个词？那没问题，这期视频我们就安排。首先介绍一下 Tuilanga 这个词，它是一个非常美的词语，意为归属之地。我们把这个词分开来看，首先 Tu 它的意思是站立、起立的意思。而 ranga 是排列组合的意思，而最后 yy 是双脚或双腿的意思，所以 tuilanga yy 合起来就是双脚站立的地方。那么它也可以引申为内心的归属感，最有身份认同或者是心灵归属的地方。那么对许多毛利人来讲，他们的心灵归属 tuilanga yy 有可能是他们家乡的山河、大海，或者是他们的毛利会堂 Malai。 但是对于任何人来讲，其实 Tuilanga yy 就是那个可以让你找回真正自我、获得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，真的和 Whakapapa 紧密的相连。当我们说出 Whakapapa 可以说出自己的山河的时候，我们就确定了我们的来处，也就是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。而 Tuilanga yy 有所不同，那就是 Tuilanga yy 象征着你的根基和支撑。因为在 Tuilanga yy 这个概念里，外部的山川河流以及大海都是反映我们内心的根基、存在感与归属感的一面镜子。之前在讲毛利单词，有一个单词叫 kainga， 也就是家乡家园的意思。 Tuilanga yy 和 kainga 有什么区别呢？ kainga 更偏向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，而 Tuilanga yy 更偏向于精神上的一个支撑、一个归属感和心灵的归宿。而且 kainga 它这个地方不一定是祖先的来处， kainga 所在的地方也不一定和我们的 Whakapapa 有关，但它又确实是每一天你回去休息、吃饭、生活的地方。那么关于 Tuilanga yy 在2003年的时候，新西兰有拍过一部短片，就是以 Tuilanga yy 命名。它讲的是一名参与过越南战争的老兵，回到新西兰的土地上以后，在城市中丧失了归属感。每天他会在大街上拿着2个塑料袋，会收集一些让他会觉得有精神归属的东西，比如说天使的雕像或者是十字架。除了这些，他还会随身带着一块小小的草坪，而这片草坪就是代表着他内心对家的渴望，以及对于站立之地的执着。而在这部短剧里，他的女儿和他的孙女都在尝试说服他回到自己的家乡、自己的土地上，寻找真正的属于他自己的 Tuilanga yy。 那么这部电影呢，它当时也出现在了戛纳电影节，获得了国际影评的关注。通过这个短片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力量与安稳往往来自于回归根源，也真实的呈现了失去归属的痛苦，也展现了回归根基的希望与力量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你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Ka kite ano。